拉玛齐努，拉玛齐努，真见则为，拉玛齐努。本教和其他的教派呢大同小异的，但是呢，藏族有一个独特的说法呢，五大密学。这个五大密学呢，在印度没有这种说法的，在汉地也没有这种说法的，只有在藏地。这个藏地呢，各个教派都吸收了，但是呢，就是佛经里面说的是，释迦牟初步传法的时候呢，传了九乘法和五大密学的，就是佛释迦牟亲自传过的这个五大密学。五大密学里面，工艺学、医密学、医学、天文学，就是五大密学。这些五大密学不属于那个信仰，也不属于宗教，而是一种文化。然后呢，就是还有九乘法，九乘法呢，就是本教和尼玛教派以外，其他教派都没有，印度也没有这种说法，内地也没有说法，国外也没有说法，只有藏地。藏地里面只有尼玛教派和本教两个说法而已。那这个本教那个九乘法呢，有三种说法：南传、北传、中央传。尼玛教派只有一种说法，九乘。所以呢，这个九乘说法从哪里来呢？我敢说这是本教里的说法，就是九乘的说法。那通过这样的话，尼玛教派的九乘的说法吸收了本教的，所以呢，就是本教和这个尼玛教派之间呢，就是你纵容我，我纵容你，这样的互相都吸收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呢，本教是呢之前的，尼玛教派呢之后出现的。还有一个呢，叫大圆满法。大圆满法呢，这个并不是印度的观念，也不是内地的观念，也不是国外的观念，只有藏族土生的一种观点，也是自己的一种智慧的。那这个大圆满呢，也是尼玛教派和本部教派以外，其他的教派没有大圆满的说法，只有说大受益而已，没有大圆满的说法。那尼玛教派和本教之前有这样的大圆满的说法，尼玛教派是印度传播过来的，印度没有大圆满的说法，历史上没有，史书里面没有，传说也没有，这是莲花生大师传播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大圆满，就是莲花生大师没有进藏，也没有来到藏地之前就有大圆满，包括相续而传都有的因此呢，就是也有很多的吸收的东西。我个人的认为是在班德教派是从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吸收了很多的本教的东西，就变成了藏传佛教，也可以说是尼玛教派和这个班德教派的。所以呢，就是在里面呢，修行方面呢，有些地方呢不同的地方，但是目的是一样的。我个人来说，这个教派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你本部教也是弘法正法的，利益众生的；其他的教派也是弘法佛陀的释迦牟尼的这个法传播出去，也是传正法的。利益是什么呢？利益众生，包括本教也好，班德教派也好，都是传播是正能量，利益是众生，让众生不烦恼、不痛苦，大家离苦得乐，然后呢，世界要和谐、和平，然后共同的建一个快乐的家园，
就是目的就是这样的。谢谢。